我係陳祖光，今一屆第8屆立法會選委會界別當選嘅議員。我喺過去38年咧喺做警察，我做呢個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嘅主席嘅時候咧，曾經經歷過佔中啦、旺暴啦，去到黑暴等等，令到我對政府、對社會有一個好唔同嘅認識，對社會有責任啊，將自己嘅能力或者抱負去回饋翻社會啦。由警察到媒體社長呢個身份嘅轉變，令我對社會嘅認識多咗，更加可以將事件有正有反，將地區市民嘅聲音帶入去議會，揾到一個最好嘅解決方法，而向政府提出。點解我對關公文化咁有興趣？關帝咧，其實係代表住正義嘅。對我啟發就係做人咧，必須要係公正啦，同埋正義地去做每一件事。作為一個議員，無論特區政府，無論係市民，無論係邊個做得唔啱，我哋都應該出聲。咁目前咧轉咗新嘅一個角色啦，工作嘅規劃咧又會係點樣咧？其實你而家有冇一啲話特別關注嘅議題咧，想率先係要提出咧咁？譬如話係老人家養老退休嘅安排啦，同埋喺公屋或者醫療上面係點樣去推動改善或者係改革。香港有好多老人家都佔咗差唔多200萬，65或以上嘅人咧，好多都係嗰個工作能力都好強。政府可以帶頭做一啲彈性嘅退休計劃安排，或者提供一啲服務俾香港嘅長者。大灣區嘅資源咧係非常之好嘅，譬如話有地方住啦，有醫療啦，上面嘅物價亦都平啦，呢等等都係我即係將嚟緊嘅時候應該會去推動嘅工作。對於公務員現時我哋嗰個嘅行政效率咧，有啲咩意見，或者係你有啲咩具體嘅一啲建議咧？內地嘅發展咧，其實對公務員嚟講要求好高，先令到而家國家嘅發展嘅速度提升。我哋而家公務員制度係咪可以透過優化程序而令到公務員嘅工作變得輕鬆而快捷，亦都有效率？或者向市民服務嗰啲透過新嘅科技啦，同我哋都成日都講用 AI 啦，而令到呢啲服務可以提升。2019年黑暴嘅期間咧，香港好艱難啊！有國安法之後，我哋就睇到嗰個對比。個對比就係社會亂，香港係唔會有發展嘅。國安法之後，各行各業嘅人喺香港呢個而家相對安全嘅地方再出發，拼佢哋嘅未來。